加油的，跟你直直来哟！啊！周星驰过去。来啊，来这文。5、4、3、2。麦克搞笑啊！我把你搞笑了。老公，那你讲，什么大联好，加油！这场戏告诉我们，别以为真不开心。那你生个气？有我啊！我的手才刚过去而已，你就叫了。脚可以动啊，然后。导演，你的意思是这样吗？这没塞啊？不是那个脚啊！哎，可是真的会这样哎。对啊，导演其实他演得很真了。我们桌没问题啊。你给我轮动跑。是讲刘佳瑶，不是讲黄文兴，好吧？哦耶！庆光，庆光，哎，这个很难演呢。27，才30，你不知道说许愿节多少107，怎么可能？对呀，现在才30。你这第一名。哎，认真一点，多一点呐，这样太慢了，加油！现在才35。你看文星哥的脸很很淡定呢，果然是男子汉。蛋蛋都定住了，是不是？吸气，吸气，吐气。旁边都好紧张，可能怕我开3集。你还能讲话就没问题了啦，加油！我们想要这样才40几。44。撑住，撑住！长痛不如短痛，直接来了，快点，多一点，多一点。你要拿来咬着吗？只有开2指而已哦。2指而已哦。48。49。好啦，你这哇！哎，好了，不要再玩，不要再玩，放过他们。把超过了哦！你破纪录了！太棒了！哇！这边是紧急。给了，哎，录一下1模1、2。哇！不，你给我加姐吧，你看你给我加姐。哇！比较有趣的应该就是前2天去体验女生生小孩时候分娩的感觉。好，那时候，它是一个体感机嘛。那我想说，女生生到小孩是107的痛感。那一开始我到60还80的时候，我已经快受不了了。后来想尽办法撑到107，就觉得说，我今天成功了，我可以感受到女生生小孩的感觉。结果护理师说，对不起，你只有贴2片，但一般生小孩是要贴8片。所以我根本没有真正感受到女生分娩的那种痛苦。那